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教会大港节期是为着准备迎子特别来的救主诞生来设立的。教会将圣诞节12月25前的4个主日，定做是大港节期。咱所讲的大港，这个名词是拉丁文，意思是来临、临到的意思。也就是等待耶稣基督搁一摆降临，一方面纪念伊捌降临，另外一方面也期待伊会当搁一摆降临。也就是讲，大港节期是圣诞节前的一段准备的时间，毋但互咱会当准备欢喜庆祝圣子救主的降生，也为着咱期待着耶稣基督的搁一摆降临来做准备。今仔日是大港节期的第2个主日，点到第2期的子息腊节，愿咱陪伴咱家己来迎接圣子耶稣基督的降生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也阮的主上帝，阮要感谢你的恩典。互阮会当伫主日的早起来到你的面前，信心上帝即时欢迎你来进入阮每一个人的心内。通过今仔日的讲道，互阮讲的甲听的，拢得到你的帮助。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大港节期提醒咱，着爱陪伴家己来迎接救主基督的降生。也就是提醒咱，着抱着期待甲盼望的心，准备迎接耶稣基督的降临。期待甲盼望是人类生存的动力。咱人若失去了期待甲盼望的心，就亲像行尸走肉，无盼望、无意义的话。人生总是有所期待，有所盼望。而且是每一个阶段甲情境中，拢有无同。好亲像做田人因辛苦犁田种作，伊所期待的，就是五谷丰收。生理人伊期待有搁较侪创新的产品，通互因会当趁搁较侪钱。学生囡仔因期待有好的学习，搁较希望有良师益友，会当帮助因追求搁较侪、搁较悬的学问。适婚的青年人，因期待会当拄到因的白马王子，也是白雪公主的出现，会当甲因做伙建立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。新婚的夫妇，因嘛期待家己的婴仔出世，有婴仔了后，搁期待每一个囝儿拢会当成龙成凤。虽然事实上，父母的期待甲盼望，无法度保证一定会达成，但是所有的父母，犹原拢抱着无限的期待甲盼望，而且是欢喜甘愿、牺牲奉献、全心全力来为着囝儿付出。受怪家做奴隶的人，因也期待会当得到讨棒，得到自由。身体软弱的人，希望会当得到健康甲勇壮；善车欠缺骄傲的人，希望会当得到富足甲饱足。伫歪错的世代中，人期待正直；伫冷淡的所在，人也期待温暖甲热情。伫战争中的人，希望得到和平。伫黑暗中的人，希望得到光明；伫悲哀不幸中的人，希望得到安慰甲喜乐；犯罪的人也希望得到赦免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伫大港节期，就亲像男声合唱团今仔日唱的，请来阮期待的耶稣，阮期待的耶稣。圣经也甲咱讲，行洗礼约翰。伊也伫期待，伊也伫盼望。迄个伫以后要来的迄一位，
伊捌为着耶稣做先锋、做宣扬的工作，所以伊捌讲：天国君啊，恁着爱悔改。后来耶稣来，要接受伊的洗礼。伫迄当时，行洗礼约翰好亲像有感受到伊所期待的迄一位，现在就出现伫伊的面前。所以伊讲：我应当受你的洗礼，你反倒来找我。后来耶稣就开始传福音，讲了济济当时金学教师的教训，互听记的众人拢感觉非常的稀奇。马太福音第7章28到29节记载，耶稣讲了这的话，群众对伊的教导拢感觉非常稀奇，因为耶稣的教导大有权威，甲因的经学教师无共。主耶稣伊行了济济神迹，医治人面遐的病痛、软弱欠缺的人。耶稣所做的这个，互人来阿罗上帝，而且归因讲互上帝。路加福音第7章16节讲，大家拢非常惊吓，因上赞上帝讲，有伟大的先知伫咱中间出现啊！佮讲上帝来拯救伊的子民啊！煞者17节，伊安尼讲。关系耶稣这件事的消息，遍传了犹太甲附近各地区。在期待弥赛亚临到迄个心情下面，以色列众人拢发现，这位接受行洗礼约翰洗礼的耶稣，伊的言行好亲像甲别个人拢无共，带互因济济人稀奇愕影的信息。有诶听到的人，伊就欢喜接受，而且得到鼓励，充满着对上帝期待喜乐。因也感觉到上帝的应允，好亲像已经实现啦。另外有诶人听到，却忧心忡忡，非常烦恼啊！毋知影这位耶稣的出现是好还是歹。所以，行洗礼约翰对着这位众说纷纭、大家看法拢无同的耶稣，伊产生了一种求证、期待的心理。咱来看圣经的说明，行洗礼约翰伊捌非常确定，而且相信耶稣就是迄位得要来的弥赛亚甲救世主。伫耶稣受洗礼时，行洗礼约翰捌听见天顶有写讲：“这是我亲爱的囝，我意爱伊。”行洗礼约翰佫较是指着耶稣见证讲：“看，上帝羊羔除去世间人的罪。”佫讲：“我已经看见啊，所以向恁证明，伊就是上帝的囝。”但是，当行洗礼约翰受关伫监狱内时，伊却对耶稣产生了犹豫，所以就派伊的学生去见耶稣，问伊讲：“你就是约翰所讲得要来迄一位，还是阮也阁要等待另外一位呢？”通过圣经，咱知影。行洗礼约翰，伊自细汉就生活伫沙漠甲旷野中，伊一世人拢住伫野外，靠着食蝗虫甲野蜜来活。伊享受着自由自在、毫无拘束、天地为家的大自然生活。但伊却被关伫非常委屈的监狱中，伊心内迄个压榨的迄个程度。咱会当去想象去体会，当伊伫监狱内面听到关系耶稣的工作，心内毋若开始产生犹豫啊！兄弟姊妹，
亚西的约翰伊捌非常确定相信，耶稣就是迄一位得要来的弥赛亚，是全以色列人的盼望啊！但亚西的约翰因为有先知的勇气，伊指责希律王带伊的阿嫂来受关伫监狱中受刑罚。但是这位弥赛亚救世主却视而不见，默不作声。耶稣好亲像无所作为，无做啥物动作，伊就随在迄个恶势力继续发展长秋。所以亚西的约翰，伊就找起伊的学生来求证讲：你就是约翰所讲得要来的迄一位，还是阮抑阁得等待另外一位呢？各位兄弟姊妹，这提醒咱，当咱伫信仰中有犹豫的时，就应该爱学习亚西的约翰的态度，去求证。基督教文学上界畅销的一本小说《宾汉》，作者是卢华莱斯。伫美国南北战争的时，伊是北方军队的一位真出名的将军。伊也是一位律师，捌服务伫军事法庭，后来是林肯总统谋杀案的主审法官。华莱士将军，伊是一位真坚持原则、真聪明的人。伊毋捌上帝，对伫耶稣是世间人的救世主，伊也怀疑，所以伊就去读圣经。伊想要来证明上帝是无存在的，但是伫伊查考圣经了后，却戏剧性的改变了伊家己的观点，来相信耶稣。后来，伊就写了这本册《宾汉》。这个册副标题就是《基督的故事》。这本出名的宗教小说，后来嘛有互人拍做电影。我相信咱中间真侪人拢看过，而且会得到32届奥斯卡金像奖11项的大奖。华莱士将军伊讲：钱财会飞走，舒适会消逝，希望会幻灭，但是爱与我们同在，而上帝就是爱。伊讲疼，甲咱同在，上帝就是疼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当咱有犹豫，就爱去查证。今仔日圣经的最后一节，耶稣讲：迄对我无犹豫的人，是我尔有福气啊！也就是讲，当咱查证了后，就无犹豫的，是有福气的。咱来看耶稣的回答。当亚西的约翰派伊的学生向耶稣提出伊的犹豫，讲：你就是约翰所讲得要来迄一位，还是阮抑阁得等待另外一位呢？咱来看主耶稣伊安怎回答。圣经记载，耶稣讲：恁转去，将恁所听到的、所看到的报告约翰，就是市面的看见、摆骹的行路、太高的清气、臭耳人的听见、死去的人过活、散车人听到福音。各位，请咱注意，主耶稣并无直接回答亚西的约翰学生的问题，只是爱因转去，将因所听见的、所看到的事实，去甲亚西的约翰讲。耶稣所提出的回答是：破病的人、受苦的人、甲散车的人，拢已经得到耶稣的医治甲主爱的恩典，也拢听到福音嘛。上帝恩典已经到世间啊！这新约基督代表着上帝对受苦的人的慈悲甲怜悯，这就是上帝的疼，同时也显出上帝伟大的权能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也会记得，痛苦的得到安慰，悲伤的变做欢喜。
当哀伤、痛苦、灾难甲死亡，拢受到拍败的所在，迄个所在就是天国。当哀伤、痛苦、灾难甲死亡受到拍败的所在，迄个所在就是天国。天国是未来的，但是此时此刻的现在，也会当营造出伫地上那亲像伫天顶的地面天国。也就是讲，天国会当实现伫咱的内心，天国也会当实现伫咱的家庭、咱的学校、咱的工厂、甲咱的办公室。伫耶稣的回答中，痴迷的、摆卡的、臭耳人的、悲伤的、痛苦的，因拢对耶稣遐得到生命的改变，天国就实现伫因的身上。耶稣既然有即种改变人生命的气力，互痛苦的得到安慰，互悲伤的变做欢喜，互天国实现伫地面上，安尼，伊就是得要来的迄一位，伊就是弥赛亚，是救世主啊！伫当时有真侪人，拢已经领受到即款的恩典。而且伫生命中也产生了真大的变化，亲像耶稣所竞选的学生，有侪侪原本是讨喜人、抽象的等等，就亲像甲你、甲我同款的普通人，只是因为因相信了耶稣，跟对了耶稣，竟然改写了历史，真做用福音翻转世界一群人。有抽象的税吏撒该，甲活了5位红塞撒玛利亚妇人人，这个性命空虚骄傲的人，因来亲近耶稣，竟然得到了丰盛的性命、喜乐的人生。佫亲像德高望重、有学问、有社会地位的尼哥底母，伊对伫顶头师。要安怎来顶头师得救？感觉袂晓。主耶稣就通过圣经记载，互伊得救的确实。佫有一位品德完美的有志的少年人，伊来亲近耶稣，主耶稣互伊佫较zan取生命的挑战，为着互伊得到属天的永远救恩。通过这段圣经，今仔日的圣经，咱来反省咱的信仰。第一，你有在期待吗？你有过一摆确认吗？耶稣的约翰照着伊的学生来问耶稣：“你就是约翰所讲得要来的迄一位，还是阮还阁在等待另外一位呢？”耶稣爱耶稣的约翰转去。将因所听见的、所看到的报告约翰，就是痴迷的看见，摆卡的行路，太高的亲戚，臭耳人听见，死去的人讲话，散车人听到福音。耶稣希望遐个亲目睭看见、亲耳听见的人，拢会对耶稣有确信。所以煞接讲，迄对我无犹豫的人，是我尔有福气。亲兄弟姊妹，伫即个大港节期，咱是毋是亲像耶稣的约翰，甲伊的学生同款，期待望耶稣就是迄一位得要来的弥赛亚救世主，而且期待这位弥赛亚救世主。真正就是降临伫咱的生命中，降临伫咱的家庭、咱的教会、甲咱的国家，得到伊的拯救甲稳定，互咱的生命有了新的意义。有一个故事安尼讲，有一间饭店的大厅有放一台钢琴，头家有一个细囝。每一工拢真爱到即个钢琴头前，用伊的手去弹出真无和谐、阁真歹听的声音，互大厅的人客甲员工
拢无法度忍受。所以每一摆只要这位小朋友瓦棍降轻的时，大部分的人客甲员工就会偷偷离开迄个所在，到别个所在去。有一天，一位出名的音乐家，伊也住伫即间饭店。但这位小朋友就亲像以前同款，欢欢喜喜坐伫钢琴头前开始学背大时，这位音乐家听到，就坐伫伊的边仔来配合伊来伴奏，互因所弹出的声音变做和谐美妙。边仔的人客甲员工听到这个真好听的音乐，拢围过来听因两个人美妙的二重奏，而且互因热烈的拍声甲喝彩。各位兄弟姊妹，无的确，咱就亲像迄位小朋友同款，咱的生活中好亲像充满了济济无和谐，得袂着别人对咱的欣赏，甚至对咱是唯恐避之而不及。但是，当这位伟大音乐家耶稣基督进入咱的生命内面，伊会将咱无和谐、歹听、不堪悦耳的生命曲调，改变做一首美妙好听、互人娱乐的乐章。因为主耶稣会当改变咱的个性甲生命，互咱的生命变做和谐有意义。第二，上帝也在等待咱，期待咱。咱对耶稣的回答中，听到伊充满自信的口气。耶稣对加西利约翰的学生的回答是安尼：恁转去，毋免将我所讲的话，甲约翰讲。毋免将我所讲的话，甲约翰讲，干那互伊知影，我在做啥物，甲所发生的代志。耶稣的意思是讲，毋通凭着耶稣嘴所讲的，爱看耶稣伊所行出来的，来判断伊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上帝今仔日也向咱发出相款的挑战。上帝伊要对咱讲：来，互我来听，你要讲啥物？上帝对咱讲：来，互我来看，看你会当因为我改变啥物？来，互我来看，看你因为我改变了偌济。大江这期提醒着咱，上帝也同款在等待。伊等待咱看见伊的荣耀，得到伊的稳定。伊等待咱信任家己，因为无专心跟对主来失去方向。伊等待咱接受伊的疼甲赦免。伊搁较等待咱离开罪恶，搁一摆回转归向伊。此时此刻，伫即个大港节期，当咱备办心等待耶稣基督搁一摆降临的时，兄弟姊妹，上帝也相款在等待着咱的悔改。当咱好亲像感觉上帝为什么无行动，迟迟不来，其实上帝伊是在耐心等待咱。亲像彼得后书第3章第9节所讲的，主并无亲像一般人所想的，恩慈无实现伊的应允，反正伊宽容恁，因为伊无愿意有一个人沉沦，却爱人人悔改。请注意，听咱的上帝，伊也期待甲伊所听的人建立关系。2000多年前，伊已经采取了主动，用鞋仔耶稣诚做一个人的款式来到世间。现在，
伊在等待咱，搁一摆拍开咱的心门，接受伊，诚做咱的救主，甲生命的主宰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伫即个大港节期，其实上帝也一直在等待咱，期待咱的生命也会当因为伊来改变。今仔日的讲道题目，爱有一个人，要有一个人。其实牧师的灵感是对今年9月底教会牛埔真光医所邀请的杨世邦医师，伊今年1月有出版一本新册，要有一个人，爱有一个人来的。伊用22位伫生命中有重大意义的人甲册的故事，来说明一个理念，就是爱有一个人，迄个人就是我。要有一个人，那个人就是我。是啊，爱有一个人，迄个人就伫2000多年前，上帝为着疼咱，互伊的独生囝道成肉体来到世间，诚做一个人，迄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。互咱照着伊的言行、伊的教导，有了顺探甲学习的对象，搁较照着伊伫十字架顶的牺牲所留的宝血洗清咱的罪，而且伫3天了后，搁活，互咱有永远的盼望。搁较爱有一个人，做耶稣基督的先锋，提醒大家。天国君啊，恁着爱悔改。迄一个人就是行洗礼的约翰。爱有一个人，通过信心的感动，有系统将耶稣基督的一生对起头详细考察，照着次序写出来。迄一个人就是路加福音的作者。路加医生，爱有一个人，迄个人无掠福音做见效，也鼓励咱爱献就家己、牺牲家己，超找上帝旨意来传扬福音。迄一个人就是使徒保罗。今仔日伫即个大港节期中，也是宣扬福音的关键时刻。你是毋是会当挺身而出，诚做迄一个人？2000多年前，行洗礼约翰派伊的学生问耶稣：“迄块要来的迄一个人是你吗？或者是阮抑搁在等待另外一位呢？”同款，今仔日上帝也在问咱。你是我心目中所期待的天国子民的迄一个人吗？你是有活出上帝形象的迄一个人吗？还有咱中间的新朋友，还是无道友？上帝特别为你备办耶稣基督这份生命的礼物要互你，你是毋是？诚做领受礼物的迄一个人吗？还是我搁在等待另外一个人呢？各位兄弟姊妹，大港节期除了提醒咱要备办心来迎接得要来的弥赛亚救世主，同时也在提醒咱。上帝也在期待咱，等待咱会当伫生活中言行举止合伊的心意，诚做伊所欢喜的迄一个人。期待咱诚做迄一个人，通过参与教会的宣教目标，一人一小组，互咱诚做迄一个人。伫小组中体会主内兄弟姊妹温暖的关怀，一人一服侍，
互咱诚做迄一个人，伫服侍中学习信仰使命的重大成熟。一人带一人，互咱诚做迄一个人，伫传福音中去经历上帝丰盛收割的欢喜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伫礼拜堂外口的桌顶有教会准备的圣工服侍认领决志表，等待一个人来填写。兄弟姊妹，爱有一个人，迄个人就是你。上帝爱差派你，诚做迄一个人，伫教会，伫你的厝内、厝边、同事、朋友的中间，诚做上帝祝福人的管道。最后，牧师要用《爱有一个人》这本册中的序文，来甲咱所有的兄弟姊妹做勉励。爱有一个人，一人一小组；爱有一个人，一人一服侍；爱有一个人，一人带一人。亲爱兄弟姊妹，煞车我要邀请咱，甲我做伙念，也甲我做伙比。我会安尼比吼，是欧明元长老的啦吼。来，咱做伙来。爱有一个人，迄个人就是我。若有两个人，迄个人就是你甲我。愿你愿我，拢诚做上帝期待听候的迄一个人。咱做伙来祈祷，听阮的主，我要伫你的面前献上感恩，因为当阮犹原软弱，犹原常常犯罪，犹原常常互你无欢喜的事，你却差遣圣子耶稣降临伫世间来拯救阮，互阮照着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会当诚做你的囝儿。主啊，伫大港节期的时，阮阁一届要将家己献互你。主愿阮拢会当诚做你合你心意的迄一个人。无论伫阮的生活中，伫阮所拄着的人的中间，主愿拢会当为你做水的见证。主也愿你的救恩真正会当临到伫阮中间。有心内的朋友，也是无道友的内面，心内，主福音也会当诚做迄一个人，来领受你的救恩，互伊的性命会当甲以前拢无共。主，我要搁一届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感恩，恳求你的信心来帮助阮，也来引带阮。愿伫主的面前安尼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